继续来看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来指控，讲徛台北市天母的大业高岛屋5楼的停车场，过去申请几哪改，要变更使用的执照，要甲停车场改为商场，但是前市长霍良斌无同意，前市长郭文哲同意了，而且伫个市长蒋万安就任了后，核准变更。议员质疑根本都无符合到这个法规甲定数。台北市政府驳回讲，这多目标使用的办法，敢若规定商场袂当超过1/3，要安怎来分配，由市府来认定。所以这个变更是符合到法规的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台北市天母大业高岛屋5楼停车场变做知名餐厅正做美食街，不过变更过程所扣立行议员抓到，敢若怪怪，搁牵连3任市府。郝龙斌不同意，柯文哲同意了。这个案子却是在蒋万安的时候核准的，所以蒋柯归蒋谁？大业高岛屋早就伫咧迄两边的时期，就申请变更，不过扣提动起。2002年3月，时任台北市副市长裴振兴针对业者的诉求变更2摆开会，当时会议结论要求业者提出变更方案，交予厅管处。针对新旧法规适用的部分送内政部实施，含送到都委会审批，不过尾业者无甲方案送到市府，市府就无法度甲提案提报予内政部。不过大业高岛屋半年过2摆送件申请，蒋万安市府收回通过。没有想到这2个局处啊，在我面前的推卸责任。庭管处说他没有同意，但监管处说没有啊，你就讲说本处无意见，都代表同意啦。行管审议过程，2020年8月24日，大业高岛屋搁一摆提出新方案，主张商场楼层应该扣除楼梯、电梯含便所等等公设。厅管处讲，当时方案除了建筑税签证，重新计算的楼地板面积，嘛符合1/3的商场2/3停车场比例，所以通过予业者向建管处申请诉求变更。建管处嘛讲，提案符合建筑法规，所以通过变更。现在放行核定的呢，都是符合程序、符合相关法规的。而过去郝龙斌市府时代没有放行的，现在蒋市府其实也没有放行。市府驳回法规，敢若限定楼地板面积袂当超过1/3，那如何分配由市府认定。只不过5楼停车场空间消失，整体停车场的比例煞无变，这内面认定的标准，嘛是需要市府进一步说明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